好啦，今日介紹一下呢一個銅錢，叫做永樂通寶。佢呢係邊個嚟嘅呢？永樂通寶呢個永樂，其實呢，佢係明朝嘅一個皇帝啦，咁啊好出名啦，明成祖朱棣。咁佢鑄造年份係1402至到1424左近啦，好多年噶咯喎，都真係。咁其實呢一個銅錢呢，都好出名㗎，因為佢係流通咗喺其他國家都有使用喎，即係例如東南亞啦、日本啦。點解會流通咗喺其他國家呢？應該小學大家都有學過呢一課書啊，鄭和下西洋。因為呢，當其時呢，永樂年間呢，就派遣鄭和去下西洋，就攞咗好多嘅錢幣去做生意，所以呢，喺東南亞、日本都會見到呢一個出土文物永樂通寶啦，就係呢一個原因啦。